全台湾有超过3万间公庙，面对主要的现象老化，佮有社会对公庙顶头有无好的刻板印象，公庙的文化传承即马是拄着困难。即马就有一阵少年庙公透过网络分创，希望会当互民众，尤其是少年辈，拍破对庙市无好的刻板印象。因暗7点半，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帮，带大家来看这阵少年庙公的创意。顶头对新庙出巡示警，拍锣讲鼓，便若是名西庙会庆典一个到，街头行会就闹热滚滚。不过，这传统的宗教文化，对时代演变已经渐渐无受少年人的关注。今摆的少年家对宗教文化，我是感觉吼，拢无爱信。阮自细汉就是出来咧拜神，阮就对咧拜安尼尔，无讲真正去感应，无就是感受这个宗教互阮的力量。在全球进入 AI 新的时代，要安怎让少年辈重新来明白已经流传真久的宗教文化，对新世代的少年庙公来讲，是一个真大考验。咱的这个道教一定爱创新，我用魔术表演的方式去跟他吸引他的目光。用看外国的论文啊，有写过，然后说他们是参考关洛音的方式去做比亚的。为了对时代会着，少年人开始有创新的概念甲做法，虽然是踏出改变的头一步，不过嘛，就要思考安怎互时代嘛会当接受。其实我咧做这个代志的时候，当然嘛是要和顶代沟通甲磨合啦，因为较早因无这个物件嘛。这个文化伫咱遮嘛算讲200-300年啊，所以咱用囡仔较听有的方式来甲因分享咱这文化。起码传统的物件啊，甲现代物件做结合嘛，老一辈看，少年人看拢介意。我感觉讲，这个公庙文化是毋是有做改变啊？这阵公庙接班人，甲新的元素结合伫个传统文化内底，叫出更较多元的信仰模式，运用新世代语言，带领少年人愿意加入公庙，产生兴趣，互历史已经真久长的台湾信仰文化，会当以新的面貌继续流传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